后来立法院针对着中央政府的总预算，继续来进行着调野协商。行政院长杜英泰真烦恼总预算会互南北联合甲三读，一透早就重新来画画。这回国民党团的提案数2000多案，国民党讲会先透过党内协商整合意见，然后再甲民众党做伙凝聚在野的共识。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讲，要表决的案大约是500案左右。工作专班海坤号伫顶个月20号公开，10几个专业警官伫码头边专班来回检测查看。严格后续占揽21个预算，国民党团所提议先冻结18亿，但到通过海清了后，才会当这条钱。我们不希望这个前建的预算有被冻或被删的一个状况。预算去互冻结，那国防部真无奈。立法院对昨开始密集协商总预算，要到纳入北拢有家己的想法。在个协商完全无进展的状况之下，决定今日透早搁再协商讨论。是讲这摆国民党团提案2334案，民众党团提案487案，加上保留提案的453案，敢若提案台独预算都有3000多案。对这件代志，南洋也实施加激动员，按照委员会进行预算的分案。小弟党内整合意见，这个含民众党联手。柯建明总召在协商的时候，又在这边盘古开天辟地的把国民党团内先统合起来。蓝白无差别砍预算，就是失心疯的害台湾。预算的会议剩无几天，调野西古照个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